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为台南市长王伟摕手头接过旗仔，宣布正式代表台南市前往新德县参加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。推动我们台南的事情，祝贺我们代表队都能够旗开得胜。市长期盼今年台南市代表队的选手会当提出实力，再创佳绩。111年。我们全中运的代表队得到了41面金牌，金牌增加了10面，39面银牌，银牌增加了5面，以及42面铜牌，铜牌增加了6面。预计今年我们参加全国运动会，奖牌数还有金牌数都有杰出的表现。这次台南市派出980位选手，分别参加21种竞赛项目，每一位选手拢是由台南市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所选出来的精英选手。过去这几年来，台南市许多优秀的选手，在过去也都有被挖角的情形。我们一直在增加选手的训练待遇以及选手的鼓励，这部分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再增加。那也希望把优秀的选手在台南培植出来的这个选手的成绩，能够继续留在台南。112年全中运的赛事4月22号将伫咧新德县展开，欢迎民众前往现场为台南市的选手来加油打气。台南市卫阳顺快采访报道。